今日咧，我就挑戰呢個即係呢個光潮，創世紀人光潮呢一對嘢咧，就係有呢個蝴蝶女王嘅。蝴蝶女王都係完全影到唔到任何嘅痕跡，即係山海壁啊、傳送乜都影上唔到嘅。其實我覺得呢關嘅主要行程咧，係傳送嘅。點解我有一個傳送嘅夢咧？就係想都係想體驗嘅，再加上咧路西法係呢關係超級勁嘅，路西法可以減我嘅程度嘅，真係超級易嘅。特別去到百奇嗰關，路西法命中係點咧？係超高上。但係蝴蝶女王點樣避啲傷害力咧？就係靠佢啲近身功咧，即係嗰啲回應打點樣下嘅，都係5000幾嘅啫，唔算太痛。我冇記錯，去到皇關咧，如果點一掂大約1000度嘅，呢度就要卡掂，卡唔卡到？卡唔到嘅，卡到最尾係苦碌嘅。呢關就要小心，因為佢哋會放毒，所以咧要絕對小心呢關。再加上放毒啊、放傷兵，應該放嗰隻就係嗰隻獅子，係啊放。我覺得一隻中毒嘅就係蝴蝶女王。蝴蝶女王係冇護罩啊，但係織田信長冇護罩。織田信長因為有神殺手啊，所以我就派佢上場，我覺得幾好嘅。呢個人小心，有攞手就明你咁側邊咁樣咯，搞掂。而家冇傳送係冇方便，撞下織田，撞唔到最尾，因為織田嗰支係超強隕石，好似黃泉靈啊、米卡納啊嗰種有線段，黃泉靈未出嘅日版嘅。見到啦，因為你殺手你把球好高聲。其實講埋先啦，其實黃泉靈咧避龍技係好特別。即係黃泉靈嘅避龍技咧，就好似我哋普通嘅黃泉咁，係反衝反傳，但係多咗2個避龍技。首先就係聖騎士殺手。呢個妖精殺手嘅，即係打光穿又得啦。但係聖騎士殺手嗰啲冇人用，即係鋼琴國裏邊真係好少聖騎士嘅，即係得武尊啊！即係而家暫時我知道係得武尊、路易金水同埋打天，所以聖騎士殺手冇乜用嘅，主要都係妖精殺手，所以佢係幾啱打嗰個光穿雨。係咁啦，其實講翻清楚啦，黃泉呢度其實有個卡點嘅，就係佢隻手啊，即係嗰隻左手扣，即係嗰隻你揸機嘅話，咁隻右手一個位置，即係佢嘅左手，你嘅右手，輕鬆呢個。即係除咗回兩彎之之後，佢係每2彎，唔知好似2彎定唔知3彎都會放十字光嘅。其實最少嘅係2彎嘅。跟住呢個就唔好爆技，因為呢度冇傷壁。所以爆嘅嘢真係冇。下一關你小心啊！下一關我覺得最易炒係呢關，因為佢有好多青鬼，我就唔需要特別殺青鬼，即係盡快解完隻 boss 就算。
呢個下面其實有一個黑洞嘅，你睇清楚係黑洞嘅。靠點可以做靠點？其實因為佢哋兩關乎，搞掂晒。其實我完全冇特登咁諗住去清嘅，係佢自己幫我清晒，所以唔需要擔心。所以呢關可以清，我根本冇就唔需要擔心。呢一關最小心係應該要喺嗰個。落冰，下一關應該十字桿，再加埋安排。其實咧，要細心發現咧，係冇錯。細心發現到咧，其實咧佢哋嗰度啲關卡咧，全部都係即係嗰3個 boss 關咧，即係黃泉啊、白劍、3關咧，都喺佢關卡度出現過嘅。即係好似白旗咧，白旗就係臨尾嗰關啦，黃泉就係2血啦，而武尊就武尊冇嘅。武尊其實咧就係正確啲嚟講係算係冇嘅，佢喺第2關嘅，即係第2關嘅小怪都出現過嘅。其實講翻呢度嗱，其實頭先我講就絕對唔可以儲技嘅，因為一儲技就真係大鑊㗎啦。儲技佢一下扣你好似學到4萬啊，因為我冇試過，所以我冇解清楚。到呢關我係應該會送關，絕對唔可以殺佢。但係真正啲 boss 關千祈唔好殺晒啲小關。但係正常嚟講我唔會理嘅，咁但係因為佢我都唔係太恐怖嘅對我嚟講。呢關係唔需要太多人記住，食心啦解藥。知啲魔術都好細，做唔到。點解嗰陣食心？呢關咧殺晒啲小怪都唔見，因為佢唔會發嬲。之後你發，咦唔係發緊嬲咩？唔係，其實唔係發嬲。驚！死得啦！見唔見到啊？手加鼓可以再明信點一下就見到晒。呢下我覺得要幫我執件攞翻嚟，所以就把我即係希望唔好太多嘢落咗去，上咗去。你見到路西呢關係非常之輕鬆。冇乜嘢，我冇講過輕鬆嘅啫，贏咗啦，好快贏啦，超易！你爆路西記仲快贏咗，其實咧我覺得咧根本就打乜嘢去贏唔晒嘅，我呢陣完全係冇一隻反屬性，2、3隻反屬性，實一粒都應對唔到嘅，再加隻極溫角，極光，超級好陌生嘅肉添。
今日就係咁多先啦嚇，一陣間我會再試下另外一樣嘢。